再慢点。哎哟，吃子时候噻，还里向再菜多，搿个米实质上没交花呀。这次今朝我还去烧开粥去了，现在为子安全教室，谁只光菜起来吃得了。吃光，吃光，吃光冇好啊！反正我总算找到一点空档，讲一句闲话。欲知盘中餐，颗颗皆辛苦。哎，夫人，你自家屋里分，你哪弄带的嘞？你擦了，根本你不是吹水马桶嘛？吹水马桶嘛，不被人家看见来砸哦，你自家么上了马桶去，弄得还得来接。哎，你几辰光一种，我来帮忙，我随便烧口侪吃得起。如果呢，在变形个样个水呢，痛个样。得了，一张水是标准的琵琶洋白水。你几岁的家？我说谁？啊，你还要去拔菜啦？哈哈，啥人不能吃？那个菜了落得家？吃了上头干。这人钞票不人人干，对，啃老着。多得不得了。啊你妈是我。我身边有个亲眷来啃来着，啊，比你刚刚是海结结过来，叫自家里来去毛汽车。哦哟，太早去上门，清清句句再搭里回。哦哟，把这道白菜走来吃，一切难做主啊！你要不要有啥讲是吧？啥子好就再弄的。小翠姐，来拍了。拍个拍个。这个白果是我表姐给你的。特此声明，警卫负责打扮、装车，看他去菜店弟弟。别把例子啊！哦，不把例子。拜拜。警卫啊，不来哇！刚才吃个点菜饭，侪是青菜，现在肚皮一拉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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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尖菜，再不吃点么子，油门啊打发动作。一个是他生日肉，还有哪么子呀？没个，有只糯米是个13张就2人吃到他家，哪一个你包别吃呗？你吃馄饨要讲葱噶？哎，你啥地方人？我没舍不得人啊。其实你们两个的比抖音上好看呀，特别是小戴姐姐，真的比抖音上好看多了。啊这个，那个人家拍视频，不看美颜个结果。你那么再海话，人家在那老板上呢，哟，竟然有美女。地形吃海，刚才回到屋里，向我的珍珠上打个板，发火发脱。少年晓得，儿子个生日礼物来着，只能按摩烟道，还配一个粉红颜色的移动电源，一插上去谁亮？哟，听听个声音，滋滋滋，麻辣辣，热咚咚。你晓得我一家头发火发得了蓝颜拾不起来，再不扮样扮样，明年请个份孙子也领不动着。门槛进得了96。小哥啊，你要再不来，我们都不能出门了。最后一家，你一车能不能放得下？来2趟。我从1点钟一直忙到你来。好，再见啊，明天再来啊。好。我看呢，现在是不没单子。是的呀，没办法呀，这还怪我自家面皮不够烂，不好意思打电话拨你个好兄弟。阿你啊，你拒绝我这样，你自家讲的，有啥个事体来寻呢？还有半年，孙子实验养出来着，眼睛一眨，毛眼8日，剃头好药1期3，眼睛再一眨，13年3，搿朋友结婚换高祖母，买汽车买房子，兰州香烟监理队，5百千万数是讨不来的。我只有3000块洋钿退休工资，哪办？兰里讲的，理财动力的最大乐器，侪是到了副机动力。可惜我个级别还分低，所以1万发吧，这还来寻男子，喊我3年养出来，总归海南全也掉的。现在我先代理小男子，如果房子也打脱是整个一无所有者，所以现在只有你还拒我者，你拒绝我者要，拒绝我者要，你不拒我者，我这还从17层楼上跳下去者。我记得上趟来寻你的辰光是讲过再有一道者。辣海版本分更新之前，我带你搬走，一个是阿没一道，我搬走。做不出，实在做不出呀！结婚2百年，再困难我也分向你兄弟开个口。虽然你个数字也比你多得多，但是我想想，总归还不是印出来的。所以现在我实在没辰光出去拍视频，这还趁机过后再更新着，当作暂时爱惜为。